恭受上帝的话，圣经利未记5章14节到6章7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以耶和华的性命测我犯罪，至高有过失，就用宝贵时的罪来和耶和华，照你所讲克行文，就是照信所的失去了，对有群中有无下属的名有讲，最宝贵的是。所以，因为伫羡慕的错误的，另外就把5分的1分交互祭司，祭司得用宝贵时的罪没有讲，替伊赎罪，伊就要得到赦免。若有人犯罪，耶和华所命令唔通行的一项事，伊虽然唔知，也是有罪，就要担当伊的罪。伊就照你所讲的，对有群中看一只无下属的绵羊角，来交互祭司做宝贵时的罪。因为伊错误犯着，伊也唔知，祭司就要替伊赎罪，伊就要得到赦免，这是宝贵时的罪。因为伊伫耶和华面前实在有过失。耶和华吩咐摩西讲：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对伊的厝边加规则，是照所交代的因物件，也是交管礼物，也是手人的财物，也是去厝边，也是捡着失落的物加规则，白则来救抓。伫人所行一切事中间，犯着一项来有罪，伊若犯着得到有过失，就得到所抢的，也是因为其所得到的，也是所交代伊的物，也是人失落互伊所捡到的物，也是伊因为什么物被贼手抓，就着照数额来行。另外5分的1分，伫查出伊有过失的日，就返本族，也着照你所讲的，用伊宝贵时的罪，就是有群中一只无下属的绵羊角，通到耶和华的面前，交互祭司做宝贵时的罪。祭司伫耶和华的面前替伊赎罪，伊无论行什么事，互伊有罪，拢要得到赦免。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亏欠上帝的荣光。现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愿即时恳求你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较实。主恳你的心也充满伫阮，阮即时会当用心灵甲诚实伫遮来敬拜，特别对你的话有搁较大会晓悟启示甲帮助，坚固阮的心智。对新的一年的开始，领受你搁较大的恩典，祝福满满伫阮。也帮助阮来坚固阮对你的信，对当到永远。但是阮要对你的话三个还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大家平安。
伫新的一年，新安讲读经本已经带领咱来读这卷。一般基督徒拢认为真冷门冷门，啊，佫真恶伫读，总是去真重要一卷册，就是啥物？利未记。咱认为利未记非常繁琐恶伫读，因为大部分拢伫咧讲献祭的仪式甲条文，总是真重要，是因为伫旧约时代，只有通过这个谨慎执行这个原则、献祭的仪式甲条文，才会当为着人来拍开一条亲近上帝、通往上帝的道路。兄弟姊妹，咱会知影利未记是规约圣经的第3卷，头一卷是创世纪，是讲到人会败坏对路，含伫罪甲死亡的捆绑中，人无法度家己救家己，就是哪像约瑟遐尔有智慧，佮敬畏上帝的人，最后也只甲一副棺材停伫埃及。第2卷出埃及记是讲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将伊的百姓对这个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出埃及，就行出被撒旦所掌控的世界，行向上帝所要祝福的老年甲密的地。可是上帝的工作，并不是停留伫这个互人享受的物质生活甲祝福。上帝更较爱人明白的，就是人的活，毋那是活靠食物，乃是要甲创造咱生命源头的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只有甲上帝的关系坚定稳固，咱才会当赢过这个魔鬼撒旦诡客的诱惑，以各种环境艰难的试炼，活出上帝百姓的尊贵甲荣光。所以伫第3卷利未记，就直接讲到人要如何甲上帝伫遐来建立关系，建立什么？真正水佮好的关系。当咱若无小心陷入伫罪的引诱，甲上帝关系伫遐来破裂，也是甲人的关系产生邪嫌，咱的心拢会真无平安。所以魔鬼会借着咱的过犯，不断伫遐来控诉咱，互咱陷入罪的自责的中间。所以利未记教导咱如何来修补这个关系，互人甲上帝、人甲人伫遐来建立合宜、和谐的关系。所以伫这个所在，牧师要先来简介这个利未记，通互咱兄弟姊妹伫遐读的时，会当搁较清楚明了。利未记这个名称是希腊文圣经所翻译的，意思是讲册中的内容，大部分是关系的利未人因所做各种的服侍。所以其实利未人的服侍虽然真重要，却毋是这卷册真正的重点。这卷册真正的重点是伫咧讲上帝呼召人伫面前诚做圣洁、佮尊贵的人。这个重点伫希伯来文圣经的名称的中间表达得非常的清楚。这卷册希伯来的名称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特别伫1章1节，直接有讲耶和华叫摩西对会幕来甲伊讲，兄弟姊妹，上帝毋敢只干呼召摩西，其实伊也伫咧呼召你，呼召我。伫今仔日，咱教会要举行这个中职国团结会长的就任式，拄啊好新安讲来到上帝呼召，牧师感觉非常有意义。乃上帝到底呼召咱要做什么呢？上帝呼召咱接着服侍，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洁佮尊贵的人。正像彼得前书2章9节所甲咱讲的，独独恁是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
以美妙的光华的好德。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人若离开上帝，就算讲是趁伫全世界，就那像真正出名这位琼瑶女士，伊拥有几啊十亿的财产，几啊栋的厝，伊也讲环游世界几啊年，名声、地位、爱情，什么拢无欠缺，总是所欠缺只间是内心心灵的空虚甲寂寞。最后咧，凄凄惨惨的离开世间。所以咱属于上帝的人是无共款的。所以面对2025年的挑战，咱什么拢毋免惊，因为上帝要做咱坚固的石盘，伊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赞，伊必定要引带咱，也要看顾咱。那呢，还佫有啥物会互咱伫遮来惊咧？总是要如何拥有这种坚定稳固的信心？就是是毋是咱愿意伫遮来回应上帝呼召，诚做服侍伊的人，互伊来雕塑咱诚做伊所欢喜、圣洁、佮尊贵的人呢？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所以受竞选的正当中，你愿意吗？上帝万人中竞选咱诚侪基督徒，搁伫遮尔侪的基督徒的中间，竞选咱诚侪服侍伊的人，要互咱照着服侍，甲伊安那，搁较亲近，通过亲近伊，伫遮来明白伊的心意，上帝要爱咱诚侪祝福别人的管道，也要培养咱诚侪一位尊贵佮圣洁的人。所以，第利未记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伫讲上帝的圣洁。19章20，上帝讲：恁着做圣，因我耶和华恁的上帝是圣的。总是人有遐尔啊多吼，有时有一寡歹的念头，有真侪无好的习惯，个性自私，脾气骄傲。这么无圣洁的人，怎样会当亲近圣洁的上帝呢？无法度亲近上帝，佮怎样要得到上帝祝福呢？所以，咱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什么？罪问题。当然，活伫新约时代，咱拢知影，上帝早就安排亲近圣洁的上帝上帝安排什么人？安排耶稣基督伫世界顶。诚侪救赎，为了咱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总是耶稣基督还未来到以前，就是爱通过献祭方式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利未记一开头对第1章甲第6章就讲出几啊种献祭的细节，所有献祭的基础拢是建立伫人捌家己有罪，愿意悔改，并顺服上帝的积极表现。所以，只无论是讲的牛啊，还是山羊、绵羊，还是羔物，所献上的祭物，拢必须是啥物的？完美的，无瑕疵也是损伤的。所以，伫遮利未记互咱一百多位，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羊羔，就是末后所要献上的完美祭物，伊来到世间。替咱将性命献上做祭，拍通归向上帝的路。所以，当咱伫遐承认家己的罪，接受基督的救恩，咱就会当伫遮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诚做上帝的同工。一般圣经学者因拢认同利未记是摩西所写的，因为全册的内容拢是耶和华讲明白，也是吩咐摩西的。所以摩西咧写这卷册，是伫会幕建立了后，大约是正月初1。当会幕已经起造好，咱当参考出埃及记40章20节、17节，利未记1章1节，到甲2月20日，因离开西奈旷野的时，民数记10章11节甲12节，以下也留伫迄个所在，大约有50天的时间。摩西得到上帝启示，
伫遐来写出即卷册，主要信息两大点。头一项，对上帝毋只敢救赎伊的百姓出埃及，并且上帝呼召因来亲近伊，这第一项。第二项，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亲近伊的也必须是啥物的？必须是圣洁的。好，总是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是一个无清气的人啊。才会当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咧。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就指示摩西照着献祭甲所留牺牲的血，由祭司代替赎罪，所以罪得赦免，就会当成做一个圣洁人。安尼生，伊才会当伫遐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今仔日咱来读。先讲读经本的经文，是利未记5章14节甲6章7节。伫这段圣经经文的记载，有关献这个宝贵式的祭中文叫做数千祭这个条例，其实牧师伫遮咧看这段经文的时，怎样来想？如果单单只讲宝贵式的祭，可能遐姊妹还阁无法度明白。那呢，牧师就来介绍利未记中间真重要的5种献祭。这5种献祭，照次序来讲的，就是啥物？就是烧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甲宝贵式的祭这数千祭伫遮咧讲这个烧祭这个烧祭是需要完完全全的奉献，就将精神放伫这个祭坛顶，完完全全伫遐甲烧完全。所用的祭物就是公的牛、公的羊，也是剪啊、斑鸠，代表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牺牲。那会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大功劳。既然咱得到主耶稣的大疼痛，那呢，咱也要为着主来活。全然献上咱本身，这头一项烧祭，第二项是素祭。伊无用精神做祭物，因为是无流血的祭，所以用什么？用面粉、麦饼、麦穗这3种的祭物，以表耶稣基督完美的品格是咱的模样。所以今日接受耶稣的救恩的了后，咱应该日日献上素祭。结出水果好的果子来应供上帝。此外呢，素祭袂当单独来奉献，一定要献伫什么？血祭这个血祭的迄个了后，这个意思也是讲意义是讲，如果无接受救恩，单单有水果好的品德，也无法度家己救家己。所以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咱的好品献才有啥物？才更较有意义。这是第2项，第3项平安祭，这是5祭内面拢大欢喜的祭。为什么？因为伫遮上帝有得到这个献祭的祭物，祭司若有份，奉献的人会当将所剩的祭物分予这亲朋好友。同齐伫遐来享用，所以平安节就今仔日咱的感恩奉献。虽然已经有17亿的奉献，所以当咱得到主恩典的时，应该要有特别的感恩。这当然无论是金钱、时间，还讲咱的身躯、心灵，拢会通重视的，是种感谢、感恩的心。这是第2项、第3项。第4项赎罪祭，伫遐强调犯罪人需要来赎罪，并且身份愈悬，所付出的代价就愈大，也愈会谨慎家己的所行。虽然讲信主到今，无可能完全无犯罪，所以犯罪就
就必须爱赎罪，照着悔改向上帝认罪，求上帝直接来赦免。只要毋是致死的罪，什么致死的罪呢？就是拜偶像、裸卖父母、行奸淫、谋杀等等。主耶稣的保护，伊还会继续直接来洗清咱的不义，这是赎罪罪。第五项就是过失的罪，自愆罪啊。这个罪重视的是信徒行为要完全，袂当安那大罪不犯，小过不断，你是要完完全全。所以咱知影，人总是有迄个无知、软弱、愚妄、糊涂的时阵，将非故意性的犯罪，就是要献上这个过失报过失的罪，就是这个自愆罪。所以咱求上帝这样赦免。学习伫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这旧约时代这五种的献祭，今仔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已经完完全全伫遐来完成啊！虽然基督徒无需要用牛羊这个米来献祭，所以咱依然对这个五个献祭中间了解这个属灵的含义，通叫咱知影所信的是真。伊时代愈进步。真理就应该愈明白，直直只要来指引伫这个冤冤活的道路，会当对从中得到生活的价值，会当互咱伫信仰的过程中，遵照这个诚实甲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坚守咱所承认的指望，直到无摇错。所以今仔日的经文里面5章14节到6章7节，特别有讲到过失的罪这个条例。咱讲这个过失的罪是针对实际的行为，有过失，所以有两种，一种是啥物？伫行为的顶面得罪上帝；另外一种呢，伫行为的顶面得罪人。所以第5章14节到19节是第一种，伫行为上得罪上帝。所以圣经伫遮有记载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人若伫耶和华的性命错误犯罪，地高有过失，就用报过失的罪来献给耶和华。照你所过失刻的源，就照圣所的失刻的，对羊群中。用无瑕疵的绵羊杠做报过失的罪，佮伊因为伫性命的错误着赔，另外着加5分的1分到祭司，祭司着用报过失的罪的绵羊杠替伊赎罪，伊就要得到赦免。利未记5章14节到16节，所以伫遮有特别指出，人若伫耶和华的性命错误犯罪。地高有过失，譬如讲无食性命，还是讲无献初熟的面，无1/60，无属这个头生的，则承认所应允的愿，也是任何互上帝受亏损的罪，种种的拢算做什么？拢算做是得罪上帝，所以人若毋是故意犯这个罪，就必须用赔偿的方式，上帝伫安来赔罪。甲这个报过失的罪，第二种是安是得罪人，互人受亏损。所以伫利未记6章1节到7节有记载，造成对方的损失，并毋是讲一句啥物对不起，就伫安来结束，佫需要照对方的损失进行啥物实质的这赔偿。所以伫圣经顶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讲：，若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对伊的厝边行几匝，也是所交代伊物件，也是交关买卖，也是抢人的财物，也是欺压厝边。也是捡着失落的物件，几杂白菜来咒詛，
伫人所行一切事的中间，犯着一项来有罪，等等这的代志，吼，啊个最后关啊，爱加1/5，吼，啊，伫查出有过失的日，爱向本主。兄弟姊妹，伫圣经的中间，伊无论行什么事，伊若有罪，伊就安那爱直接来补这的过失，安那这样，伊来按价什么赔偿，啊，个爱加1/5，然后伊才会当得到什么赦免。所以兄弟姊妹，正亲像这篇的新安讲的作者伊所讲的，罪这个字眼，伫现代教会的讲道信息中间，有时啊讲到罪，其实人是足无爱听的，因为罪往往会互人直觉是讲触犯了什么法律顶面的罪吼。哦，咱叫交通规则，咱来触犯法律，就安那，都爱去用罚金、罚钱吼，这种的迄个，这种的情景，是讲无道德，是讲道德的不良这种行为，所以对一个人啦，自认为良好的人来讲，罪是恶的，互人认同，因为伊并无感觉家己是安那，是一个有罪的人。总是基督信仰所讲的罪，甲现代律法甲现代律法所讲的这个标准是无共款的，伊的意义是无相共的。因为在圣经标准比法律搁较悬。圣经是圣经是圣经中所讲的罪，是指人的心思意念、行达等等。拢伫遐远离上帝的目标，无活出人应该有的即个尊贵甲价值。这像像迄个射箭吼，过去咱知迄个射箭，射箭射目标，拢是爱着迄个中心。你若射无着迄个目标，会讲迄个中心，这就是啥物？这就是罪，其实伫这个罪中还有啥物？想法思考。就是讲，你若伫迄个想法思考，若无迄个正直正面，有一寡坎坎坷坷哦，诡诈啦、乌白想啦吼。虽然你啊袂做，我用笑简单，这样物件真好、真水，总是毋是你的。甲你咧想讲，我若甲安那，甲摕来，你有去甲摕无？无去摕。但你安那有咧想要甲摕，迄就是安那，迄就是罪。这是咱的信仰中非常重要。思想、想法，若犯罪，那是罪。所以，人与罪无活出应该有的尊贵价值。所以利未记中间这个宝贵式的罪的条例，就提醒以色列人对罪要有啥物？要有高度的敏感，才能活出圣洁甲尊贵的性命。兄弟姊妹，宝贵式的罪。伊的特色就是除了爱向上帝献祭，阁必须伫献祭以前人赔偿，受害者的损失通常是会当计算的。所以模范人毋是一句啥物是的，对不起，就算完也需要赔偿对方的过失，对方的损失。除了全部爱归还阁爱加上1/5的赔偿。因为罪恶有属灵方面甲社会方面的相同意义。换一句话讲，犯罪不但会影响人甲上帝的关系，也会影响什么？人甲人的关系。也因为安是献上宝贵式的罪，是爱弥补对上帝的亏欠，以及对人的亏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常常咱会伫这个无意中来犯罪，有时会模范上帝。有时会模范人，虽然无一定甲伦理道德有关系。总是伫遮利未记提醒以色列人，当你若感觉有犯罪，却毋知犯了什么罪时，你就爱到上帝面前献祭，爱到上帝面前献祭。这是要互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无因为这个罪伫遐来阻挡，诚侪窒碍，渐渐远离上帝。
现代人现在会感觉对罪这么敏感，安尼是毋是活得非常的辛苦咧？有时来质疑讲，这个信仰是毋是会安那会变成一种安那捆绑？哈，变成另外一种的捆绑。其实咱知影，对罪的敏感是真做圣嘅上帝的圣嘅百姓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咱知影旧约以色列人因为啊忽略这一点，这因着不知不觉的中间，伫罪的内面远离上帝，也失去了上帝稳定甲祝福，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哦，所以抵甲什么？哦，抵甲灭国灭族，哦，这种的情景。罗马人书3章23节，伫遮也甲咱讲。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恩光，所以当人失去了上帝创造的时，迄个上帝伊水个好形象甲特质，人就落入罪的中间。可笑，人对家己亏欠上帝恩光的罪，也往往失去了罪识感，罪视感，对罪意识甲敏感度。是对罪无感觉是罪，反倒咧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隔绝了人甲上帝的关系，也破坏甲人甲人的和好，使到世界充满着丧凶甲无公义，所以不断发生什么战争甲冲突。所以求上帝爱帮助咱，意识到罪的可怕。才会当远离这个罪，欢喜亲近上帝。咱今日是中职甲团结会长的就任性，伫遮求上帝帮助咱，更加明白上帝呼召，甲人的回应，拢是同款重要甲宝贵的。所以当上帝伫遮来呼召咱的时，是爱咱诚做伊宝贵的器具，通承接伊宝贵的恩典甲祝福。诚做人的天使，帮助人会当来领受上帝丰盛恩典甲祝福。搁当咱若愿意回应上帝呼召，这个服侍，上帝会直接来磨练咱，诚做一个圣洁搁尊贵的人。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服侍并不是孤单的，因为咱不是人，咱是上帝的同工，上帝来差派。侪人同齐来同工，愿咱毋是感觉伫遮咧做苦工，乃是享受着伫服侍的中间，会当感受到愈服侍愈甘甜，愈服侍愈会当发挥影响力，诚做上帝祝福的管道，领受上帝恩典，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阮伫遐松下心。做你常常伫遮呼召阮，伫遮叫阮。当阮伫遮来回应的时，就若像以赛亚所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即种的应答，主，你常常伫遮帮助阮、坚固阮、看顾着阮。当阮遮来回应你的呼召时，我们领受你我大的恩典，领受你我大的听甲祝福。可你特别教阮每一位伫遮服侍，爱伫遮敬拜的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当阮会当时时刻刻得时不得时，会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福音来宣扬，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福音来高举，互你。会当真正进入世间人的中间，不但坚固着阮，甚至互咱看见上帝你的尊贵威严，也伫阮的心上，诚侪别人搁大稳定甲祝福。主，恳你我一摆教阮三个弟弟，阮遮搁再献上阮对你的祈祷，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